现在大家都很清楚，中国政府对我们过去的承诺，完全是靠不住的。当香港人的年轻人跑出来游行抗议，为守护我们本身应有的自由，就被暴打、开枪。最粗暴、最无理、最漠视法律的一个法治的一个方法，去攻击一些民运人士、一些学生、一些议员。你们今天看到我面对的那个只是冰山一角，那他们面对的其实才是真的要大家去关注、要大家去支持的。也袂去怕，我要去对抗欺负咱的人。哎，再来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再来。亲爱的妈妈，请你唔通烦恼我，原谅我，也会开卡。我要去对抗袂当原谅的人。大声点！你却将歌交一阵人，为了守护咱。试看看唱这一首歌《愿荣光归香港》，台湾版、台语版。音乐大一点。社事最土的目屎流，奈何人情人拢比有，社门也起头，要放下蒜头，望自由为你难逃。社事最惊惊我要走。社门也起头，要放下蒜头，望自由为你。